接下来呢，要示范的这首歌叫做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月亮代表我的心也是有些部分是用两拍，那大部分都是四拍的。在两拍的地方呢，一定就要用 T1 2 3 1，二三一起弹，就是手指二和手指三，中指和无名指一起弹 T1 2 3 1这样子。好，那在第四行的地方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代表是 D 麦，我的那边是 G，代表我的心，对不对？就这里是两拍的。还有在下一行，已经打动我的心，对，所以在那个打动是 F，我的那里是 G，那这里都是两拍的部分。还有在最后倒数两行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这两行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都是代表我的，那里都是两拍，其他全部都是四拍的，所以这首歌也是相当的简单。那比较难克服的就是大家说的 F 比较容易按不好，那这也是要靠练习，把这两个第一弦和第二弦要按好。还有 G 呢，也是小指要有力才可以把 G 按好。好，那我们来弹一次前奏呢，我们就用 C、E 麦、F、G 这四个和弦当做前奏。那但是前奏有五个八拍，为什么有五个八拍？因为我们才四个和弦，我们第五个八拍呢，我们是用 G 刷一下，然后等个四拍再进歌。那在进歌之前呢，因为你是在它的前一拍，问才是第一拍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在看谱就看得出来。那我们你的时候呢，就是在G 的这个最后一拍才唱你。那我先示范一次哦，C、E 麦、F，然后 G，2 1 3 1 2 1，刷一下2 3 4，你问对不对？就是你是最后一拍，然后问才开始弹主旋律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来跟着我一起弹一次哦。如果跟得上的话，就一起来弹，然后一起唱，也要记得唱哦。弹唱真的是很重要的。来，1 2 3，来。2 3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不移，我的爱不变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轻轻的一个吻，已经打动我的心，深深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
7、2、